祝来收听的兄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马来西亚来的弟兄姐妹，台语听得懂吗？哇，好，要需要的话有圣诗可以参考哈。好，咱这是要来串联今早去北京的信息，且很高信息的258首，圣诗258首，请咱做声感谢上帝。咱做伙来先来跟第一集，我们先来唱第一节。前奏。第一集咯。请咱做声感谢上帝，这堂里面到万世，神家降世，是你是会，是阮求乐，下面在上帝恩典，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可以主动免惊，到尾阮当为较赢。第二集咱来读看卖好无？用读的我们用读的来试试看台语，台语汉字预备来。上帝圣会遍满天下，原本咱人是一家，欢喜进入耶稣圣会，甲爸上帝三交陪。上帝圣会无论老幼，我靠基督就得救。富贵贫贱无分彼此，天下只有一个主。好，咱来做伙来唱看卖哦，第一集。预备，来。上帝圣会遍满天下，原本咱人是一家，欢喜进入耶稣圣会，甲爸上帝三交陪。上帝圣会无论老幼，我靠基督就得救。富贵贫贱无分彼此，一个只有一个。第三集做伙唱。原本注定天定心所，甘愿降世受艰苦，拯救人类脱离死罪，因早心动日心灰，星星明日不照顾。咱然后大家提头，你做卡无谈伊来行，到尾阮当日天下。这是香兰哥很高信息552首，552首。今天的回应圣诗要唱起来。走起来，看到歌名就知影我在讲啥吼。好，咱做伙来跟第一集，甲第三集。第一个人可以，预备，来。大家勇敢当最靠谱，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的保护，期待抓住灿烂光明，要透过伊来亲近。我靠上帝好大亲近，就亲近，就亲近。
30。无好名声，人情世恋，应有的破高美业，挑战命令，稳住家路，无叹世间的花朵，小心所有一个呼应，应该隆重度高兴。万颗兄弟好大精进，掉进去，掉进去，挂钩挂出来紧紧。这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有再去写礼拜。小可提起一个，请将你的手机提起来检查一下，好，卖互礼拜中间咱阁听到手机的声音。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敬拜时间已经到，请手机关机，安静。今仔日的敬拜。上帝啊，求你监察我，在我的心思考验我，在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圣诗，咱做伙来念今仔日的圣诗。圣诗第258首，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起立吟全首。
请大家有缘兄弟，做伙来共读今仔的圣经，尼西亚圣经，告别咱的信仰。独一专连的地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你一切的世代，你上帝出的上帝，你光出的光，你真神出的真神，是一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你天下，就是玛利亚死时，真济人，伫本州去入岛人内，进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高活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面，伊要伫阳光。请坐。启应文，咱先来启应启应文33诗篇第139篇，伫圣诗后壁1057页。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你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袂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惹早。暗时亲像即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祈祷，咱大家同心压头的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的主，感谢你搁保守阮一礼拜。今仔日是主你赏赐的安息圣日。互阮有份来伫你的圣殿敬拜你，主啊，求你有圣灵来充满阮，拍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听见你的声音，照着你的旨意来行。主啊，我们将阮的软弱甲病痛完全交托互你，求上帝开力会当伫阮软弱的身躯顶面完全显现。阮的身躯会当得到你的活命，求主你踮伫阮的内面，
嘛，互阮踮伫你的内面，保守阮泡走伫你的旨意的道路顶悬，掌管阮的生命，互阮活出基督的活命。而且，我要高举主的性命，学乐你，称颂你。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恳求主大大赏赐这间学校，互这间学校大大的稳定。主啊，我们为着世界和平祈祷，为着台湾甲大陆两岸的和平祈祷，为着身体欠安的祈祷，为着灵命摇出的祈祷，为着生活无如意的祈祷，恳求你祝福台湾这块土地。祝福桃园教会，互阮尊主最大。照着主的旨意，无论拄着大细项的代志，赐互阮智慧甲开力，圣灵甲阮同在，互阮无惊吓甲忧愁。主啊，我要将阮完全交托互你，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圣经。那咱来看上帝的话，今仔经节记载伫创世纪第9章第80到17节。创世纪第9章第80到17节。圣经第14页。上帝甲那阿甲伊的囝讲：当我甲恁以及恁的后代立约，嘛甲遮的。甲恁做伙，对蛇船出来活物，包括飞鸟、精生、野兽立约。我甲恁立约，所有肉体的生物，袂过互大水消灭，嘛袂过有大水毁坏绝地。上帝佫讲，我也要甲恁，以及所有甲恁做伙的生物立永远的约。我要互形出现伫云林，做立约的记号。我互云热地形出现伫云林的时，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逐项有肉体的生物所立的约，袂过互水泛滥，毁灭所有的生物。16节，我看到形出现伫云林，就纪念我甲地上逐项有肉体的生物所立的约，你所立永远的约。上帝对那讲。这就是我甲地上逐项有肉体的生物立约的记号。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俄罗，咱请圣歌队来俄罗。神深爱世人。
正道，这是咱请陈启阳牧师正道。今仔牧师要甲阮分享的题目是：夹杂神福音付钱的卡价。所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少年大家，今日代表台南圣医到伫咱中间来分享。中会安排这个到这个讲台夫人牧师到伫中立我到伫遮。拄好马来西亚这个牧师当然也教会有咱伫咱中间测会礼拜也甲这个马来西亚牧师甲会友讲明年。陈科牧师来桃园教会来讲道，也差不多是明年3月，请你们迄个时准备机票来遮真少年大家也足爱听桃园教会生活队献诗有足大的感动。我小可讲一个今仔日不是代表新南医啦，咱拢知影，咱台湾有这个3间新南医，任务拢是共款的所以大家较慷慨一个，大方一个，关心一个，大道安尼好无？不过讲菜较侪我小可介绍是安怎，今仔日讲题是安尼，忽然间稳重，忽然间出现，上帝卡热。是有一天我看伫一个 YouTube 一个牧师伫美国，伊讲起一个主题，叫做上帝这个同在，还是讲临在 The Presence of God 这个主题。这个词真对，Presence of God 就是讲上帝临在，这伫中文还是讲普罗话中间有2款的意思。一个意思是名词，就是讲上帝临在。那我知影，上帝临在，我有信心。我相信上帝伫我的中间，虽然我目睭无看见。总是第2项是动词，上帝 presence 这个时阵临到我，你敢知影？普通时阵咱拢知影讲，伫礼拜中间，我感觉教会互我有这个庄严、宗教性，都是厝内面呢，坐公车呢，去买物件时阵，你甲信得遐歹。在迄个时阵，上帝伫倒落，所以咱自然间会将这个信心，也是讲上帝，咱家己也甲分开。所以伫教会中讲，我一连线讲10个主日，集中伫上帝临在。今仔日讲去讲，伊有这个特色，伊无拄拄需要，互咱知影伊伫你身躯边。总是伊伫你身躯边，咱做伙讲阿们。不管你有感觉，不管你知影无，伊即马伫你身躯边，伊亲目睭伫看，伊亲耳孔伫听，你做啥物？咱对这个角度来分享这个主题，有时阵伊稳重伊家己这是特色。咱拢知影。有当时阵，咱去到这个意大利，到伫这个梵蒂冈一个16的教堂中间，毋知中间应该有啥人去我无去，总是看这个 YouTube 的看法会到。这个教堂中间厝边时阵，顶悬厝顶有一个米开朗基罗所画的一幅图，今仔拍摄，这是拍出来。这幅图是米开朗基罗为阿当的创作，是讲起上帝手甲阿当的手要接近，总是无摸着。这个背后本身有小可有意思，是讲上帝主动地要跟我人，人你也小可配合一下。你看迄幅图是迄个阿当伊的倒手安尼伸出来，伊的正手安尼踉跄，敢若无精神共款。好亲像上帝你伫边我已经习惯了，你甲我照顾，我已经习惯了。
当咱伫操练讲上帝临在即个主题定时阵，咱会出现一寡情形，就是讲是安怎伫逐工生活中讲，我不只有即个真强的感觉，上帝定临在，总是有当时阵无有即个感觉。或者是讲，我看伊到，我会感觉，当我伫上山，爬山到伫山顶的时阵，伫这大自然中间，会感觉上帝的临在。总是当我需要伊的时阵，我真困难。感受到伊的同在，或者是讲，当我伫超出上帝时阵，为什么伊拢无甲我随时回应？我的要求是毋对吗？有时伊稳重家己，这是上帝一个特色。这幅图是做威利，是英国一个画图家或者汉福德，伊所创造的。马丁汉福德创造一幅图，伊看起来不只奇怪戴一个目镜，穿一条有条纹式的这个衫。汉福德伊本身本来是为一寡图，是讲人真多真客做伙客做伙一个图。总是伊真趣味，创出一个回去来做一个这个威力伫中间。是什么意思呢？有趣味，或者囡仔去找威力伫这幅图中间，伫倒位咱看下面这个图，咱看卖一个，这个威力伫倒位，伊穿的衫拢同款。又看卖伫倒位？正边的1/2的下骹，这个人不只无讲介多，对无？无讲介多，咱都要认真来找可能这款的图是大人较困难来看。这个孙都讲，这阿公阿嬷人伫遮啦。你目镜去烫倒位？阿嬷就讲找无，伊就讲阿嬷伫你的头壳顶啦。咱看后面一张。真侪人对无？这幅图趣味就是讲互人骨力去找啦，认真去找，找到时阵会当满足，会当这个满足人的这种的趣味，这种的超找心。那总讲上个简单的时阵，无人要买这本册；小可困难的时阵，就要买所以汉福德意思讲。爱训练囡仔注意到伫身躯边发生的什么代志，伊毋茫讲，因为讲条件所发生的代志，总是咱看这幅图时阵，咱认真找，的确爱有耐心，对无？咱若无这个耐心的时阵，就困难真紧就放弃。所以这个画图本真趣味。为开始时阵真简单，愈来愈困难，愈来愈复杂。咱生命活命中间每一天每一刻，咱生命非常特别。圣经甲咱讲，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总是伊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出现。讲一个轻的个日子。圣经中间，咱真容易找到这个上帝，伫什么所在？一开始时阵，创世纪，圣经讲，耶和华看见人伫地上罪恶真多，伊就后悔，创造人伫这个地上心就忧愁。伊就对人讲，独独伊伫上帝面头前受恩，伊甲伊出来对人面对所面对要来的灾难。诚做世界，这个世间会毋忘。上帝讲，我甲恁同在，也甲这真生要立一个永远约，是有记号的。将这个琴放伫云中，诚做咱中间彼此的记号。刚才咱讲哇，哪讲哇，真正是非常的特别。以后每一回，拿甲伊的厝内底人看见琴若出现的时阵，伊就回想
迄天上帝对伊讲所讲的话，你若看见行的时阵，就表示讲我甲你三个伫地的记号。到即阵，咱也看见行，有无？有人知影这是什么物件哇？啊？人醒了吗？这是行。经过几啊世纪了后，有一天上帝到伫一个名号做亚伯拉罕的面头前，迄个时阵，世间充满这个本业。上帝让亚伯拉罕知影讲，家己伫上帝面头前受恩，伊要成做万国祝福。亚伯拉罕要离开伊的本族，甲伊的家，到伫毋知影名的所在，总是毋是伊一个人去，是规个家族做伙去。啊，个上帝甲伊三个伫地，上帝讲伫你的厝，拢需要受割礼。安尼，我的约就徛起伫你的身躯顶，成做这个永远的约。伫行的日子中间，咱真困难，看袂到上帝同在。伫行日子，咱会当自然分别自然甲超自然。这个中间不过是过了真宝的事。我本人毋捌看见亲像拿阿甲亚伯拉罕的这个经验，也毋捌看见上帝亲自访问我的生命。无啦，无事无啦。我也毋捌实际看见上帝的神迹，总是伫我活命中间实际上经过了真侪真有非常小可的代志，互我通看见上帝忽然间出现伫我的身躯边。我讲过我家己的故事。32年前，当我的囝要出生，护士伫马街病院将阮囝抱来，将阮的迄个细汉的婴仔放伫我的手中间。我看见我的囝手指头甲骹的指头的时阵，我相信伊的出现，毋若是一堆生物组织到伫这个世间。我知影我已经受邀请，见证这个超自然的世间，这是上帝予我的一个彩庆。见证伊伫我的生命中间来显明。第二个故事，差不多伫24年前，我老爸老母还阁伫世间的时阵，有一天我倒转去山顶来看阮老爸老母。迄个时阵，我的动作真正是真糊涂，非常糊涂。我车停好势，结果想要讲要将这个车刷到迄停车的所在。所以呢，无发动这个车，我直接用空档的方式，将这个车下骹骨到一个停车所在。在阮中间，咱毋捌去阮厝的山顶。阮厝头前的路不只徛，无想到这个车的动车系统无法度运作，车就瞬间中间真紧的速度为下骹来骨。我敢若有1秒钟的时间会当判断，到底是正边来弯，还是讲倒边来转？因为这线这个路更加是落脚。这个时阵又无凭可以了，将我的手正边来拍，正边的前后的链仔，骨伫到正边的排水沟底，车底盘甲水沟边。摩擦的声音真大，车就慢停落来，差不多大了就20公尺。规个人讲呀，一个车内底差不多几分钟了，我嘴不停在念讲感谢主，感谢主，因为车小卡的声音足大，我的老爸拄顶悬冲落来，伊中风了，不是。伊是痛风啦，讲对。讲完了，我发生什么代志？因为声足大，伊看了我时阵无什么代志，车也无什么代志，真放心。不过伫这个时阵，又阁有一个烦恼出现啦。大家当想象一下，我规台车正边前后的恁拢落伫这个水沟底，是要安怎来扛这台车？
伫即个时阵就安尼，海头哦，我老爸无可能甲我斗3工。差不多伫真正的中间时阵，我耳孔对远远所在听见一台我的手要就山，讲，知影即个声吼？讲，哎，愈接近了，我掠准讲是到伫照远所在，无啦，是要到伫阮的厝的山顶。原来是我二兄甲司机大先有约好，怪就要来即个山顶吼，要来开垦，拍算阮兄二兄要用一架地、2架地要来种菜，搁做即个录影的队啦。所以咱拍即个网络好啦，录影即个所在，咱会当去吼。较早是即个种田的所在，即马都开垦做即个录影所在吼。生活不遮艰苦，所以拍算大家请关心一下。突然间做这个斜杠的广告，这个怪手就讲来，然后开，停伫我的边啊！司机先生就用这个原住民话讲，要不要帮忙？我实在无法度相信。那也拄好，这绝对不是大神事先安排好，是一个恐怖事件，接续一个戆影事件。我的手真轻松，将我的车的头卷起来，刷到路中。我发动这个引擎，一切拢正常。怪手司机对我讲，小心啊，下次绝对不要不发动引擎，用空挡开车哦。伫迄个时阵，不管伊安怎大声甲我责备，甲我软骂，我绝对用感谢的心情甲接受啦。我差不多讲，你是全世界上缘投的一个查甫啊！我无法度讲出嘴，因为我认我家己是上较缘投。那你知毋？伫迄个时阵，上帝伫倒位？忽然间出现，我人生的经出现啦。阿门嘛！上帝日子是经的日子是上帝运数。我伫厝顶时阵，这是差不多伫阮厝的中间，头前会当看会到。伫细汉时阵，我真好奇，经个出现每一回，伊出现伫山顶时阵，我拢会大声地讲，哇！彩色的虹出现了。直到我伫读圣经时，才知影讲，哦，经是上帝甲拿阿的记号，律约的记号。我头壳伫想讲是安怎？经的色彩是7种，咱的详细去查去调查的时阵，毋那是7种，超过。有人讲20种以上，不过7种色彩是较明显的，所以明显是太阳的光，互这个雨水折射的时阵反射所形成一个光谱。这个色彩是照这个波长长到底来排，上到外口是红色，上到内底是紫色。咱咧问讲，我都家己咧问讲，是安怎这个形出现是用出这个形，一个半圆形会出现？谁甲决定的？原来上帝甲哪里有正正是无这个形出现，总是现出时，若主讲有一寡雨水到光。两项夹出火的时阵，真容易出现这个形。现在呢，假设是不过对是科学角度，咱是对信用角度来思想讲，伊改变咱想法的逻辑。咱问讲，是什么人让这个形来发生？伊发生的目的是什么？原来这个形是代表上帝跟咱同在一个记号，好像是上帝。伫西南山的下骹，甲以色列百姓利用时阵，伫旷野用得行达40年，上帝应允历史有分条，年是还佫有血条，对吗？分条甲血条变成做上帝甲百姓伫旷野中间40年中间立约的记号，直到。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时阵，
这两项代志就消失啦，无去啊。智慧人会学习来定受，轻的是只当作是上帝互咱的一个记号，甲礼物。总是咱这个中间有一个真危险的代志出现，咱抓准讲这是真自然的嘛，就是真自然的。所以呢，也因为安尼，咱会产生一个危险的代志出现。形式化的信仰的危机，伫威力这个维度中间，当开始几样是就真简单，找到这个威力，愈到后壁时阵愈困难。这表示讲吼，好像咱伫信仰时阵，当信主的时阵，这个信徒非常热心，迫切来祈祷，充满这个服侍，这种的望。到这个天道时阵，这种的代志啊，愈来愈变成做一个形式。真侪人伫灵命、生命一个坎站中间下半落的一种情形，什么代志吼，都变成做习惯，包括做礼拜也习惯。咱若诚实，咱问一个问题：甚至有人会应信过这种的生活，早都毋捌经验着上帝同在。当问题出现的时阵，本能反应是烦恼，毋是祈祷。清早醒起来，头一项想到是今仔日还阁真侪代志要来做，重大出现，毋是去讲想到上帝应允要甲咱做伙来分担的迄种的喜乐。唯利就是圣神犹原出现伫咱生活中间，咱犹原会当找到伊。总是有当时阵，咱真正是将伊放伫边仔，袂去记伊。撒母耳上卷有一个互咱困扰的故事，描写以色列百姓伫士师时代的软弱的信仰的生活。迄个时阵真侪挑战，互迄当时的人感觉讲上帝好亲像变成做过去式共款，法老有拍败，这是真久的代志啊啦。10条诫，西奈山变成做旧新闻。摩西甲约书亚伫即个愤恨的时代已经过去，出埃及的新约已经实现，占领新的土地的责任已经完成，变成好亲像过了非常舒适的生活。徛起伫上帝应允的所在，所以作者描写一句话讲：遐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真少。耶和华的言语伫迄个时阵真少，毋知咱灵命的情形到即个坎站，犹原对上帝角度讲，上帝的言语对迄即阵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有出现真少。所以咱都要写细字，即个形式，即个习惯性的灵命，神学家对伫当作习惯，即种现象进行即个研究，就是讲，当一个物件也是讲刺激进入到咱环境时阵，咱打开始真强，感觉伊的存在，总是即个注意力会跟对即个时间慢慢来消灭。比如讲，第一次，咱买这手表，伫这个手腕的时阵，咱感觉讲手腕有手表。2-3天了后，真正你袂记起，你的手腕中间已经有一个手表，甚至到当时阵超过60几个人，我的手表伫倒位？明明伫你的手腕，我的手表伫倒位？咱拢无这感觉。几年前，我个牧师娘有饲一只兔仔，伊正按这个点睛，正清气。你若甲注意的目睭这只是毋是阮饲的啦哈？这只才是，这只你若注意到你的目睭好像就有灵共款哦。伊真习惯，互阮来摸伊的身躯伊会固定伫一个所在处理伊的排便的这个代志，袂将你的厝创垃圾。阮真正知影讲，哇，这个兔仔真正是真
真好。哦啊，你若身躯顶有真侪即个痛苦的代志哦，伊拢坐你的边啊。哦，啊，你讲真侪话，伊拢无法度甲你应。真疗愈就对啊啦，哦，非常疗愈。总是有真歹习惯，这应该是啮齿动物应该有这个习惯。咱会当想象到，伊真爱加物件，棉被啦，哦，枕头套啦，网搭啦，电线啦，拢甲加。哦，我落尾时阵实在是挡袂掉，咱准备一个真大这个沙发，伊会当藏伫内底，哦，四界加撞来撞去。啊，真悲哀的代志，我能渐渐习惯使用伊所加这个棉被、枕头套、网搭，伊甲阮做伙生活6年多，阮实在是足爱这个套啊！伊的名号做达棍，达棍是阮阿祖一个名。到后来吼。也忽略伊的破坏习惯，伊的破坏。伊死了后，阮犹原使用伊所加过这个眠床单、枕头套、网搭，保留对伊的笑脸。到即阵哦，咱活命中央最大挑战是讲，咱习惯这样代志当作阮的人命，哎呀，甲这个人命来奋斗。咱将这个形式来合理化，认为讲我也无感受到这个真大这个罪恶，也无这么做了什么危害，我袂当进入到天堂这代志，我感觉我的信仰生活还阁袂歹了。当咱的生命出在咱生命自动导航的这个导航器来发动时阵，咱生命的溪水不再流出，互咱感动。互恁咱家己喜乐，这种心情的时阵，处代是对囡仔凊彩化，吼，对你翁婿也是家后凊彩化，无礼貌，对金钱工作超过多烦恼，注意到成功，注意到欺人的代志，用欺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麻烦，哦，无理性、无证据，凊彩伫人的后壁讲这婴仔话。当做习惯灵性，有时阵比灵性对落更较危险。用这个非常微细、看不到形式，渐渐形成一个可怕灵命这种衰微，到一落尾时阵，咱真xuất来的服侍力量、服侍过来，拢无啦，拢无趣味啊！打开时阵，按做来通风，好啊，足快乐的。到即阵呢，做来的这个访问啊，无趣味啦。咱知影，上帝伫波特利河雅各做一个民房，是安怎？伊无做不在，伫每一天暗时，互伊看见这个房，伊较无出现伫咱的房中间呢？是安怎？伊无互逐工拢有这个庆的日子，或者是讲逐时逐刻拢显出一寡新热，这敢是咱所毋茫的代志？咱爱上帝爱咱习惯。伫平常的这样事物中间，看见伊毋通挖靠特殊的代志，这个信仰是真危险的。那假使伫上帝伫日行中间满足你我对上帝这种特殊的需求时阵，结果会亲像一个要训练囡仔注意的老爸老母共款，敢若会当压悬这声音，伫大声伫喊，达到这个教育目的。平常日子其实嘛会当非常无平凡。处代伫咱是毋是带着这个戆眼好见的眼光，甲喙中间充满对上帝懊恼。一个作者 William Barry 伊写一段这个字讲，无论咱是毋是注意到，咱的存在每一个时刻，拢面对着上帝圣父、圣子、圣神，伊随时设法去引。咱的注意，设法引带，咱知影讲甲伊之间的关系。所以，上帝有这个特性，稳重的灵性。实际上，咱对上帝较无相当是有选择性的。有当时阵，咱无想要上帝伫咱的身躯边的，
真的哦，咱想看觅，咱伫迄个时阵无爱上帝伫咱身躯边时阵，咱会对上帝讲：上帝，莫甲我看。当亚当夏娃要食迄粒水果时阵，我相信因两人做伙的话，上帝你莫甲我看。哦，这是人对了头一个祈祷。上帝的话讲：恁两人伫倒位？亚当回应讲：我伫园中听见你的声音，阮就惊吓，就眯起来。咱当想想上帝当讲是安怎，你爱眯起来？你做什么代志？当一个公司的主管人员想要做一个假的开销收据，伊会对上帝讲：上帝你莫甲我看。学生伫考试中间想要偷看一个边第一名迄个人的考试卷的时阵，伊会对上帝讲：上帝你莫甲我看。教会友想要找这个机会讲别人的这个歹代志时阵，会讲：上帝你莫甲我听。过了一站，这个基督便渐渐进入到咱心中，咱甚至唔知影伊的破坏性。正如旧约参孙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例。伊本来是有上帝予伊足大的规律，总是伊无法度控制家己的冲动，陷入到一个真实真欲的诱惑，破坏了伊甲上帝两人所定的这个誓约。伊性命到落尾变成做非常悲哀的宣判。圣经讲，伊却唔知耶和华已经离开伊了。咱人真危险代志。当上帝灵性神离开咱的身躯顶的时阵，咱变成做，当然是活的身躯无灵魂的一个人。奥伯格牧师分享伊的朋友一个故事，伊讲因两人捌做伙读一间大学，佮读一间的研究所。迄个时阵，伊的朋友对上帝非常有信心，加刻薄对上帝认捌。毕业了后，伊的朋友也找到真好的工课，也结婚。总是后来听起一寡连续互人惊吓的消息。伊的朋友失去了婚姻、家庭，真好的工课，所剩的是一个伊所疼爱的查某囝。伊的朋友非常疼惜这个查某囝，因为当做伙读一本册或做魔戒。当伊朋友失去了一切，除了剩这个细汉的查某囝时阵，伊正做伊世间中间一个太阳共款。有一天这个朋友甲伊的查某囝甲亲戚朋友做伙去外口来佚佗，因要搬过一条小小的这个溪水。细汉查某囝坐伫这个马车，头前是一只马。来看，唔知是安怎，这只马着惊，规个马头前的脚就安尼行起来，足悬的所在，规台这个马车就变倒。因四个去找这个查某囝，找了几点真久的时阵，找到是尸体。伊的朋友都内底的话讲，是安怎？一个真宝贵生命，都安尼无缘无故失去了。上帝啊，你伫倒落？你伫倒落？所以我的讲道片到落尾会出现这个问题。有当时阵唔知影颠倒较好。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访问美国一个踢球的教练，叫做 Levi， 伊非常出名，伊连续做这个 Buffalo 水牛队的教练，甚至拍到落尾的超级杯的冠军的比赛，真不幸连续四遍拢失败。这个记者都问讲：你是怎样处理？当你要进入到这个球场的时阵，当恁完全唔知影结果，迄种嘅无确定性。你是怎样处理迄个
着急。你vai应讲，设施你想要知影大声知影这结果时阵，我想你选了一个唔对娱乐的项目啦。伊讲看超级杯踢球比赛，甲看一个戏剧，两项有真大差别。戏剧咱拢知影，这小说到落尾结果是安怎？主角到落尾死去啊，还是讲这女主角安怎？拢知影。总是这个踢球还是任何篮球的比赛，咱拢唔知影结果是安怎呀。所以唔知影，并无表示讲一定是着急。电动唔知影反转会当唤起心内所出现上好是表现的上好的表现，无确定性，就是比赛本质。就是讲，咱人生中间甲上帝做伙行，也是一个无确定性，这是一个本性。上帝无甲咱讲，大声甲咱讲，明仔载出现什么代志，总是上帝互咱知影，昨昏发生什么代志。昨昏你真歹，昨昏你凊彩讲话，昨昏你做了一个真好的代志。我昨昏甲这个三个这个小组到外口，这个龙潭这个所在佚佗。我真久无甲这个小组出去外口佚佗，我感觉足轻松，真快乐，真正是真快乐。主要是食物件真好食。世俗人憔悴是拢无需要犹豫，安尼就表示咱选唔对人生了。咱会当倚靠信心来行，总是唔通倚靠目睭所看见。这就是托马斯·摩顿神父伊讲一句话，讲：世俗你真轻松找到上帝，你所找到可能唔是上帝。落尾上帝伫咱无期待所在来出现。咱知影讲，有一天玛利亚到伫这个蒙阿波去找耶稣，因为伊听去这样代志，讲耶稣救我。伊到伫迄个所在时阵，看见一个人坐伫迄个所在，伊无法度认出，迄个人就是耶稣。就问讲：假使你若看见迄个人时阵，请你甲我讲，我通去找伊，将伊好好来处理伊的尸体。啊，你姊妹，圣经甲咱讲，上帝常常伫甲咱做三个弟弟，不过伊定定是用上未到的方式出现伫你我身躯边，以微服出巡。穿了非常轻松的衫，好像美丽同款。伫真侪人的中间，米开朗基罗创造这个北道中间，会使讲是想象中间上界会当想象上帝伟大威严。伊伫天顶边仔拢是个天使，总是实际上上帝无这款方式出现伫你我身躯边啦，无啦。伊到伫世间。出生伫马祖内面，伊伫一个目光的家庭生活，一天爱超过8点钟久。上帝伫咱每生活中间每一页中间，无有人是捌伊，因为每一个人期待，这个人应该亲像16教堂中间迄种伟大的上帝同款，无啦。每你伫倒位？你所期待上帝伫倒位？稳重伫你我想袂到所在，伫你我中间非常微细代志中间，伊伫迄个所在，藏伫迄个所在。当你用感谢的话、俄乐话、甲交配时阵，伊就安尼就出现伫你我的中间。落尾我要讲一句话，哈佛医学院一个教授尼克曼伊所讲：咱检测会看清伊、忽略伊。伊犹原无法度闪避伊，这个世间克着伊，偏行达所在，稳重伫达所在，伊将家己身份藏起来，总是无凊彩互人看见，
咱真正爱努力是细字伊的脚下。咱做来祈祷，爸，阮的上帝，阮爱感谢你，原来你的出现无拄拄亲像阮所想象的，总是你伫真美细所在，阮总伫迄遐，你伫暗中观察阮所行的代志。阮献上感谢，伫阮痛苦失落时阵，你伫遐；当阮欢喜快乐成功时阵，你也伫遐。愿你逐日，互阮有一种的信心，相信你永远牵我的手，行这个信仰的道路。愿来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正诗，咱三个来吟圣诗回应。圣诗第552首，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听起立吟全首。请坐。奉献，咱请张春燕、刘泰山执事来赎献。
请大家起立敬奉的诗。主耶稣，阮感谢你，你通过陈克安牧师，搁再一摆来提醒阮的信仰的生活。主啊，我知影，不管什么时阵，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你拢甲阮三甲伫地。总是有当时，阮渐渐失去阮的敏锐度，阮的生活流于形式，阮的信仰嘛流于形式。渐渐就将你放在一边。主啊，感谢你今仔日搁再一摆提醒阮的信仰爱敬虔，阮日甲你同在，甲你相同行，甲你同工。主啊，阮感谢你，你赏赐阮每一日的丰富，互阮会当经历你的供应，帮助阮会当来用奉献来回应。你伫阮的生命中的应允、的竞选，感谢你，阮奉献担保来做你的圣工来使用，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非常请坐。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先来看周报的第一页的上下骹。咱做伙来共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摆，请会众读2摆。我前捌听见你，当我亲目看到你。约伯记42章50，请。捌听见你。我前捌听见你，当我亲目看到你。约伯记。请看周报的第1页甲第2页。本周甲后礼拜的服侍人员、教育部的课程、周间甲小组的聚会，请家己看。奉献明细若有订单，请向办公室来更正。第3页。消息的报告。本主日是台南心学院的奉献主日，欢迎陈克安牧师前来正道甲报告，请为台南心学院的事工关心大道奉献。行政部会伫中昼12点半6楼的办公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财务部会伫中昼12点半7年教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小组福音参会训练会，邀请陈世林传道主讲，伫下晡1点15分伫705教室举行，请中级同工小组长，甲对福音有负担的兄弟踊跃参加，同受装备。教会消息：今年的5月24日野外礼拜，伫5月24号，活动的地点伫双连安养中心礼拜堂13行博物馆。那正边有一个野外礼拜报名的 QR code 那集会时间是下午8点，伫东门国小的门口8点出发。报名费各小1年以上
一个是300块。那幼稚园大班以下免收费吼。报名以后不退费。报名截止日期5月3号中昼12点吼，5月3号中昼12点。熊年望德富聚会第4到6月试办，每月第1、3星期3的早上10点到12点，第704召开举行。欢迎60岁以上的兄弟参加。会后有便当，主旨是熊年的健康促进。减缓老化甲预防失能，奉献事项的提醒，请乡姐奉献的时阵，务必伫奉献的奉献袋顶管用正楷写好势，注明奉献的细目甲金额，若无姓名会当用邮寄的奉献，互咱的迄个同工伫后壁在做小时较方便吼。那我们请佩斯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说，今天希望大家平安。这时候，咱要先来拍锣啊！多谢欢迎克安牧师来到咱中间。好，今日阁有真侪新朋友，大家有发现？有这地队。好，请张牧师还有我们恩惠之家的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好。因对马来西亚来吼，然后伫台湾有星座，伫台湾有12天的行程，头前3天先来到桃园，今日来礼拜，而且因就认真的8点半已经坐啊好，然后等下阁要参与第2场华裔的礼拜吼。哦，咱中间阁有足久无看见的朋友，敢有发现伫对，坐伫对？徐牧师、齐英牧师娘挥挥手就好。好，感谢神让他们今天再回到我们中间哈。去年有很严重的车祸之后，但是上帝保守哈，现在比较辛苦，做比较久会有点疼痛，但是仍然来到我们中间一起礼拜，所以感谢上帝有电。好，几项补充报告，大家拢有看到周报中间报名表吼，有吼，嘿，因为咱的行程下晡要去参观13行博物馆，吼。相信若是认真看，其实足侪人免门票，好，所以周报中间迄张会当好好看一下，若是有符合迄个资格的，请你报名的时阵会当写一个，好，帮教会省钱，安尼听有吼？好，咱欢喜做去行行，要讲遐个全部拢毋免门票啦，好，足侪种的，爱看即张内底才有吼，所以也请咱就放心安尼填落，若是有符合的话，然后。4月开始第3礼拜有一个活动，旺德福有一个谐音叫做 Wonderful， 就是欢迎咱中者会当做伙来参与。然后伫倒位应该无比伫迄间，我才搁甲传行长都来讨论一下，为虾米？因为迄中间爱活动有运动，所以爱穿运动鞋。701运动一下就会撞到，太危险所以咱再来讨论一下。要不邀请咱上年兄姐，当然你若是55岁以上想要来嘛是欢迎啦咱会当套它其实是针对松年活动那但是没有关系，那时间可以让欢迎来参加所以地点会小改一下，然后咱会当穿。可以运动的衣服，穿运动鞋，一定不能穿拖鞋、凉鞋，要不然会受伤然后咱头前有一寡运动的部分，上下肢然后还有一寡课程的学习，譬如讲咱会当怎样袂砸到、袂绊倒，这的种种的，咱会当做伙来学习然后还有一项，第6项就是好好来读圣经的查经班。大家有可能无啥惯势，周间有人面对面带你读圣经有可能因为伤久无安尼所以想一下，要毋过即马已经开始拜日暗时，在翠屏姐事务所已经开始的查经小组，嘛是约翰福音做主题。若是想的查经班太严肃了，会惊
安尼来查经小组，查经小组除了读圣经，阁有分享大道，所以也请咱会当做伙来读上帝话。祝福差遣，圣诗第402首，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恳求主，你引带阮脚步，请起立求赞首。当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甲圣神的感动，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带，对这是教的应世代无私因。阿门。阿门。边缘默祷。
请福上平安，行平安里。耶稣听你，愿你平安。